繼續來到彰化，來看這個騎士真離經，無戴安全帽啊，透雨騎車騙來騙去，騎到路口看到車頂是停落來，然後才弄紅燈，甚至直接回轉逆向弄到停紅燈的轎車。轎車駕駛落車來報警，這個騎士的酒測值是高達7.08，當場妨用公共危險罪，移送法辦。穿紅帽騎士無戴安全帽，衝紅燈，佮騎過對向的車道，騎到一半直接回轉，結果正向弄到咧等紅燈的轎車。騎士弄這個是真正力，規個人險啊趴佇咧引擎掛，所落個都倒佇塗骹。紅龍的轎車駕駛也好閃落車，看到這個畫面，嘛敢來當無奈報警。前面幾次停紅燈的時候，我遇到他，就是他好像有刻意要我類似製造假車禍的情況，然後我去閃他。停了2個紅綠燈以後，第2個紅綠燈停着，他突然就是往前衝，然後再當個車道回轉，直接衝撞我這樣。騎士無戴安全帽佇雨中騎車，一路弄來弄去，當着車頂也唔起行，後壁車敢來當甲駛過。無偌久，騎士對後壁超車，也毋過佮隨插佇路邊，尾手一起行，到直接衝紅燈，佮直接回轉，落尾正向弄着咧等紅燈的轎車。騎士坐佇塗骹，風送起的救護車，加載伊個人刺傷，也毋過危險的行為，互人看甲是直直害頭。那有可能騎個佮駛倒轉去，這是酒醉，啊無就是安怎？停等紅燈時，遭黃賢騎乘普重機車逆向衝撞，黃賢酒測值1.08。警方調查，頂禮拜六下晡2點多，63歲姓黃的騎士無戴安全帽。兩面對來線超車，兩面佮切出去插佇咧路邊，兩面車燈唔起行，兩面佮衝紅燈，尾手正向弄着轎車，那危險駕駛，酒測值佮來到1.08，互警方依照公共危險罪送辦。